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12月11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以赛亚书35章第30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第7章18节到3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坚强的使者。上帝差遣使者宣告救恩的来临，也是赏赐予这个黑暗中困境中间的人一个真清楚的愿望。但是真侪这种伫黑暗困境中间的人，拢看袂到头前的路，来感觉到软弱啦、失望啦、无助啦、怀疑。因此，上帝差遣着先知一再宣告，并且坚固这失望的人。以赛亚书35章第30到第7节，着互软弱的手坚固、坚强，互无力的骹头腕徛在，心肝惊吓的人，恁着对因讲：着坚强，毋免惊。恁看，恁的上帝要来伸冤，上帝一定会施行报应来拯救恁。迄时失明的人目睭会看见，失聪的人耳孔会听见，骹歹的人会亲像鹿着跳，袂讲话的人会欢喜唱歌。风暴要有水冲出，沙漠要有江河得流。炎热的山地要变成做水池，干燥的土地会变成泉源。百农大的所在会发青草、芦苇、甲无光芒。上帝拯救将要临到，互人重新得到快乐。草原的人会当无搁再有残障，痴迷的人无搁再眼盲，欠缺点的人无搁再无方便。困境中间的人确实会受到限制，特别是因的信心不足。事实上，并毋是限伫迄点的困境中间的人，然后有当时连上帝仆人嘛会安尼啊吼。伊利亚捌求死，大卫捌无助，约拿捌违抗，亚伯拉罕捌怀疑。圣经中间济信心的伟人，拢捌软弱过。今仔日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7章18节到30节，提到着洗礼约翰嘛怀疑过，什么人才是真正特别来迄位，所以就派2个学生去找耶稣基督来问。耶稣的门徒看到这个情形，也是真着惊。约翰的门徒将这个代志拢甲约翰报告，约翰就叫2个门徒来，且因去见主讲：你就是特别来迄位吗？还是阮特别听候别人？这个人来到伫耶稣遐就讲：洗礼是约翰，且阮来问你，讲你是特别来迄位，还是阮着听候别人？拄迄时，耶稣有医好真侪辛苦悲痛、互伤心负心的人，佮互真侪失明的人会看见。耶稣因讲：恁回去，甲约翰报告恁所看见佮听见的，就是失明的人佮会看见，歹脚的人行路，满风被清气。耳孔袂听见的人听见，死人佮活，善者人有好消息传互因。对我无失去信心的人真有福气。
约翰册内的人离开了后，耶稣才对群众讲起约翰的事。伊讲：恁出去曠野要看啥物？是要看互风吹来摇去的芦苇是无？若毋是，恁出去是要看啥物？是要看穿高贵衣服的人是无？恁看穿车花的衣服、生活车花的人伫王宫，安尼恁出去是要看啥物啦？要看先知是无？是，毋过我甲恁讲，伊比先知更较伟大。关系约翰圣经有安尼记载，看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，伊要伫你的头前甲你开路。我甲恁讲，妇人所生的无一个比约翰较伟大。毋过伫上帝国美世上美世的妖比伊更较伟大。听到这个话的民众甲毛遂拢承认上帝是公义，因为因有领受约翰的洗礼。毋过法利赛派甲律法教师拢拒绝上帝对因所定着的旨意，无领受约翰的洗礼。耶稣基督指出的洗礼约翰是最伟大的先驱者，伊毋是追求迄种邪化的人，乃是在追求上帝的旨意，正做上帝救赎的册签者。就算是约翰无甲确定耶稣基督是迄位特别来的，也是伊犹原坚定宣告上帝所赏赐悔改的福音，引带人来受洗归入主。诗篇126篇，上主带咱这个受领的人转来释安的时，咱亲像伫做梦。迄时咱会嘴哈哈笑，大声欢呼。列国的人讲，上主为着因做大代志，上主实在有为着咱做大代志，咱非常欢喜。上主啊，求你互咱这个受领的人倒转来，亲像南方大沙的地有溪水搁地流，流目屎也种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。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，会带伊会袂困，欢欢喜喜倒来。感谢主赏赐阮救恩，帮助阮伫软弱中间来坚强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愿意上帝来祈求，互阮明白主救恩的计划，正做坚定相信、坚强福音的使者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